大家大家平安。咱安静心做来看咱的主礼拜，用手机关机。因为参考同样是会。专科第二名花草黄叶香，当下里面和乐里面当下和乐里面花喜乐，有之外到院外，有信息到晚岁。是咱做伙来迎起俄乐上，向西的400首，我的王子的欢喜，向西的400首，我的王子的欢喜，那就像一来分首。我爱我主的
6篇，圣诗了配用第6篇，4篇13篇。然后我是我的同者，我同教会，用我得以清楚的操刀，我完全的记忆，用我的灵魂声音。只有你啊，我强记录。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让你来再来，因为你甲我，你的变幻与变化，我对着的日子，你我完全的想，已经就是我的头壳。我规划出来，真甲自己在拍对我造死人。我要完全的要发誓，是咱这位当先来一个，我对大家的选择，我感谢你，我们大家这个相应看法这个，台湾本身，每一日咧恁传落来我，咱个一摆进入你的圣殿中里，我的心满满感恩，但是有变个苦，通过你的身上面，我们继续来守护到的人生，我们当成对你的听力。即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我们要上帝，以后我能当我可以的稳定做到，因为你的引传有气，我能下步我来做错，因为你的话总是我，我会比较适合，因为一切更现实，我来面来应用，相关的心思意念，我用专业的心来变卖力，我陪伴的心吧，我用天地世界的心，来是你的话。我对阮属灵的秘密，搁设伫阮的生活中，先过日子，把做甲你当前的日子。下面人来处，我哋按你来想，我的罪行甲阮用，就是阮的心情绪意念，或者是派来看你。你告诉以后的好，我们去做；这个无以后的判，完全都去做。根据你下面阮一切处理，阮的心当伫阮里面。你来掌管因化，我们是大人，这个世间或者现在的机遇，通过你帮助我，用你的心水加入，我们教会，甲家庭来发挥你的心，你先，你的计划，你的天赋，你伫人的主，我也要记得阮体体中艰苦的心情软弱，我都来教阮勇敢，做他的。但是此外，我们主来支持，因身体软弱的时，你的皮、你的肝、你的口的伤口，你的灵，但是上帝的，都是公平公道，你在中平安、平安，到你来保护你。做完完了，完成让他受骗来，全乐来平安。他讲出创造的世界的后平。所以通过一个努力的方法，无助现行的情绪和宇宙的心，以及学会不情的看法，无助方向多样好学的种种，这是应该要写。就是我用他的心，我来念书我讲多，你的话讲对我卡住边，我跟，按照今仔日我的变法，我报告你，你的手中，用我的感谢、把在自己的。这个完全，没有去有时候收到我们听说的这个，
诸斗灵魂系中的，这种话是第一个不含合大，在一起的精神一个，那你把对了说，一起来相信都是同样的，你都被灵犀，你高长大对。
请透老师来见到，来老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会耶稣。大家平安。咱时班有诗有水有好，这个光明是啥？老做到。耶稣今仔日若是要靠你去做一项嘢，伊会向啥物人去切？好赢。啊，第二样，咱知影讲你是耶稣头，还是你是诈骗鬼？伊安怎看做你是甲耶稣的公义？就今咱咧对讲，安怎互人看做你是对耶稣的？对耶稣的人，好真也歹真。咱的圣经真短，咱的思维算袂歹，耶稣的吼，咱四个月，4个月咱有一摆，咱就无够用，咱咱2摆，都有3摆。你若圣经拢毋捌读过，原来是解看你知。你知影有2个人，互人是出世过耶稣，这2个叫啥物名？啥物名？彼得甲啥物人？我看就是好见，彼得甲约翰，因安怎认出这2个是对个耶稣？为倒位认出来？原来是在圣经里头，一篇一对，因伫倒位认出这2个人是对个耶稣？对，好大，好大，台湾叫做吴家戏，对无？你敢知影？因伫倒位叫人认出来是对个耶稣？迄是啥物场合、啥物所在，你知无？南口电款。这2个做啥物歹代，哪会叫人家去电款？电款就进入工作室，但是状况，因为这个耶稣吼真奇怪，我袂死伊做吼，就有人谣言讲伊会过啊。即摆死若过啊，政府就全部出来打你，你甲拍死，人佫活起来吼，拍袂死啊吼。所以政府足惊即个谣言吼，伊就安尼规定讲吼，袂当公开讲耶稣的，政府公布。结果即2个公开公开，都公开讲耶稣的。因哪会？因为咱政府讲袂使讲耶稣的，因哪会讲？咱用在这爱圣经小可写，会使耶稣讲。因伫啥物场合公开讲耶稣的？什么场合？毋是伫法院啦吼，伊是伫人口顶多教会门口。伫遐那就爱讲耶稣的，这就爱讲有记者，这记者真可怜啦。出时就摆骹，古早时代若摆骹吼，等于就是无爱做啦，就是做工啦。若记者要问是爱去做本口钱，知无？菜市仔边，迄查某人买菜拢有找蓝山叫。查某人拢看运气，看记者拍着蓝山问，第2就爱去入口，拜拜吼，我比较幸运，平安平生吼，看着多人开，会感觉过死啊！所以这个记者真巧，伊去伫这个会堂的门口，伊安尼分析。这2个人吼，比如讲咱吼，咱即摆穆斯林同款，穆斯林吼，你知影头了弄一个囡仔，迄个囡仔毋是咧搞水。伊个囡仔是搞变个，伊即摆时间若到吼，下晡3点钟，较紧，伊个囡仔摕来，伊个GPS 嘛就看卖家伫对了，就对卖家吼，囡仔可能伊是投币，伊就记倒，照时间。犹太人即个回教徒迄当做的嘛吼，都3点吼，所以伊嘛安尼吼，伊毋是因无囡仔，伊就去我教会伫做，就去。迄天就是因为吼，下晡3点，时间到啦吼，较紧就走去记倒。煞袂记你早南山，安尼知无？南山呀，较紧早早，记得记落啊，多谢我来分吼。所以你记倒安尼吼，较紧下仔日我开始，今仔日手头无方便。往来往去，敢若伊个皮包啊吼，用迄个信用卡伫度，迄科技卡，来记者讲开始。我这边互伊无效吼，我无钱啦吼，无安尼啦，耶稣你敢袂？耶稣啦，
如果不到你讲呢，咁你个牙齿疏，我唔是啊，牙齿疏啦，是压缩啦，压缩是不到效。如果压缩吼，伊细牙就压缩啦。啊，伊吼，互你摆骹会好，我无法了，摆骹会好，啊你袂无？甲你检讨，那你敢袂？出事就摆骹做结痂，明日来讲，我甲你聊会一边。袂哦，袂牙齿。哇！恁遮人叫做五七只，因为你若工夫好，你去上班，政府就甲你抽税，对无？啊，去食免纳税，安尼知无？你毋好想讲去食赚较少哦，有即个分的比你做工的较济哦，啊，佫无税，佫巧的去食免扣分钱，总是若有不值的去食，讲你免纳税就纳税，我就无爱做去食，你就是安尼做。就讲好，我要好。所以比较叫做皇家所有，对于这来讲，我真正好哩。我甲你问哦，因厝边若是出事就摆骹，讲物件就种，这来讲，咱就讲怪，这是真正假，对无？所以一寡人呢，就规矩讲，这是真正假。人若规这后壁古仔叫做人，你知无？你新闻记者吼，你去无消息，啊，就真来录影，然后报新闻嘛。结果录影内底就去录着，约翰彼得公开讲，皇家所有。所以人即点讲电视面咧做的时候，你记得做啲讲咧讲以后，看到迄新闻讲哦，即两个看到政府在广播讲袂使公开讲，你讲讲，因为做人份，很难去做事。所以我感觉，今日咱咧学，比着约翰好像是出对来说，除了好大以外，因个是自闭啊。哦，伊就放在迄个记者吼，结果伊家己去互政府做麻烦，所以。教我们的功课，啊，佫另外一个，我说上回等下甲你讲，所以呢，这个圣经是讲去看见哦，吼，你去看见这个人好大，啊，过来佫看出啥？因是无读册啦，这两个是两样，毋捌字的啦，有学问啦，所以有个人好大是因为有读册，你知无？有册读足济嘛，讲的就是大声吼，这两个，我读册咧，若无学伊咧，啊，做小老百姓吼。少年是大官啦，迄个讲无地位啦。所以即两个无学位，佫无地位，爱为啥物好当？对无？你看迄个建设环境的囡仔吼，他啉酒，而且叫一直查着伊吼。啊，你哪会安尼吼？你知影阮爸爸是？你爸爸是？建设环境啦，啊无是了啦，一直后壁大官你知无？可是你无咧，你无地位嘛吼，小民嘛吼，大官咧吼。你讲大官就是迄个外面迄个时叫大官，你知无？我们叫做干总大，就较多点来吼。伊无咧，伊咧官正常嘛吼，伊是小民，啊，佫无学位，奇怪。即两个是安怎？慢慢，对。就这个耶稣的人一个特色，就是好当，对无？啊，另外一个，因仔就爱好当，因为因方产这个去讲，就主逼嘛。啊，法医吼，法官嘛问讲，啊，你有公开讲，伊讲有啊，啊，你哪会安尼讲？伊讲啊，这个可能啊，哦，去食嘛，我都去跑方便嘛，啊，我用甲说明甲伊叫，敢有啥物唔对啦？哦，我也无，所以伊就法官面去讲安尼甲伊，即讲哇，这个真好当吼，政府讲袂使讲，你搁讲，哦，你看态度咁讲袂使讲，哦，伊到底无啥物讲好啦，哦，要一个囡仔，你认得出来？免做医生啦吼，差不多到我10年岁人吼，一个看到咱即个囡仔有挂病，挂啥物病？你认得出来？伊的面啦，你看出来，即个囡仔有可能是啥物病？即摆恁个囡仔无机会，阮细汉时拢叫过即个病，差不多逐个囡仔拢叫过，会发烧烧到40度，啊无注意血压就死，有啥物病？叫做出片，你捌听过？捌听过无？有人讲出毛啊，有无？我这人捌出过，我差不多听到拢哎流行的时，大家拢会叫吼。烧甲足厉害，我之前用叫我妈妈怀疑放大底，会使去吼，行一行过，佫行一行过，出片的人啊，佫对着血压爆死的，哦，迄有无治？啊，伊发烧发了吼，烧一个病的，规个面拢红起，红到要乌去，安尼知无？所以叫做足好的病啊吼。啊，有人安尼讲哦，
讲信耶稣敢若出票，你听着是欢喜也无欢喜。救恩敢若出票，为头为心吼，足好认的啦。人讲你信耶稣敢若出票，你听着会爽。吼，你甲我讲啥？我看见我是信耶稣，我来讲我看见，啊，事实即句有人讲耶稣讲，耶稣讲，耶稣讲吼，好人毋免去台大医院挂号，安知无？健康的人毋免去病院啦，去台大拢嘛是病啊，安尼讲对无？咱讲台大啦，去恁遮强奸病院，病人毋使去病院对无？啊，愈重的病就去愈好的病院，安尼讲对无？哦，那轻病咯嘛，免去长庚啦，计条诊所看就好啦。啊，诊所看袂好，啊无你去强奸，啊强奸看袂好，啊无你台大看卖吼，台湾都这经诚好啊。所以台大病院是上好的病院，所以内底所有患者是上惨的患者，安尼讲对无？哦，较无惨的袂去在台大啦，咱但注意就好啊。耶稣是毋是上好的医生？所以若靠到有时若到上惨的人，安尼讲对无？安尼你同意无？病愈重，耶稣愈有趣味啊！啊，这就是我讲的，耶稣讲的，讲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就医生嘛。啊，你健康人那都系，所以因为也这个伊礼拜啦，伊礼拜靠会。伊讲我差不多啊，我无比人较差。所以这是耶稣讲，讲足好人哦，我要甲你问哦，信耶稣讲有足好人，我讲已经洗礼过耶稣，要紧，袂甲你好放啦。你的厝边，你的同事，敢有法度伫你额头看出你是信耶稣，还是无？看会出来袂？看袂出来。伊要为倒去看出来，看袂出来。伊要安看出你是对啊，因这两个人叫看出来，对吧？啊，这两个耶稣，对耶稣的人吼，无法度好人。是安那？因为别人命囝你嘛，别人拍囝你嘛拍囝，别人命过你嘛命过，对无？啊，别人报税跑倒税你嘛跑倒税，都拢共款啊。你知影倒位无共？礼拜日无。人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啊，你来到位打瞌睡，安尼即个无，安尼讲对无？啊，除了这以外，差不多啊，看袂出来啊。所以耶稣讲吼，最后审判的是，要甲你问过，信耶稣的人最后有搁我抓咧。耶稣过来是信耶稣的人会搁我，会搁我，对无？对嘛吼？啊，无信耶稣会搁我。抓咧，哎呦，啊，信耶稣就无效啊，大家拢搁我。哦，这足够啦。搁我是啥？要审判，啊，袂搁我就趁去啊。免审判嘛吼。安怎审判你知无？所以会记哦，信耶稣无信耶稣拢会审判。你唔好想讲哦，无信耶稣就审判，信耶稣就无代志，无拢会审判，条歹一条哦。啊，一个甲你问，足简单，问题一条尔，你有没有明知故犯？安怎？因为我知影这袂当做你，搁做你有啊无？啊，你就伊讲有啊无嘛？那耶稣今仔日甲你问，你会讲有啊无？有诶举手，我洗了总是我嘛有。因为知影无做啊，我搁做，来出发，有啊无？信了无效嘛，敢毋是？啊，无举手诶，就是你无明知故犯对无？信了说了拢无做歹代哦。好，明知故犯啊，所以我懂了吼，安尼你人知影搁做对哦。向左转，啊，去就去地铁啊，拢还有唱啊，我爱去地铁。然后一般就说，这个我得等呢，差那到位受洗记录，你有受洗无？我你讲我有好，啊，你会记当然有啊，我甲你讲，你规定吼，啊，啥物无说我嘛会知影吼。哦好啊，太阳你有受洗吼，你会错误，你会天堂，向左转去天堂吼，叫你欢喜甲，叫你天堂就是咯。后壁你会厝边。怀疑啊，有时讲譬如你有啊，你有说无的，无安尼开始上左转，啊，你要去天堂，啊，你的厝你去地铁，你听讲是有足细声讲，拢是无，所以厝边做三十几年，甲看到这个是信耶稣，我第一教我讲嘛就遮几惨，你若听这句，你去天堂，你是做咱们两个来了，你的厝边，甲你做伙三十几年，看袂出来。你是对啊，所以连来教会机会都无啦，看不出来，这个没办法。
所以我感觉这是真严重的问题啦吼。啊，伊要安看出，伊就要伫你的日常生活看出。伊礼拜日做得偌好，伊袂看出，因为伊袂来教会，安种叫伊袂够大啊。来，安尼讲吼，这有两个表现，是督教信仰有两个表现吼。第一个表现就是保好回乡亲财，第二个表现是公义人民信息，这是我所讲吼。对，保好回乡亲财啊，咱中间姊妹有煮饭，啊，伫厝家己有煮饭的家属，啊，你感觉炒一盘保好互你人食？无吧，够人炒一盘保好，总是你若去日本料理食足贵吼，伊会放一个保好伫迄边仔有哦，哦，迄个啥变饭菜吼，摆一个安尼吼，啊，搁另外你感觉炒一盘回锅互你人食，嘛无嘛，这叫做欠饭菜对无？就是咧煮菜时吼，迄技术啊大味有无？意思讲叽哩叽哩啊，你讲叽哩叽哩的，哦，你着足认真的。啊，伊讲足重要的公益里面信息，啊，你着清菜无错，这个意思啦吼。啊，你知影保好培养经济，迄就是因咧献礼拜咧献金的时候，你当时啊无钱啦，所以大家拢献物件，你知无？所以若你教会伊就去演啊，去什么有建保好伊就咯，即拢算是个咱一天到十堂，哦，这堂上水怎办？十堂就咱这就是11堂，知无？哦，咱就来方便啦吼，咱即摆拢用音标啦吼，用钱。多咱台湾村卡来礼拜拢是用物件的，你台湾大家拢无钱，礼拜就爱使牛车，啊，你到若种菜啊，就摕菜，啊，若种猪啊，摕米，啊，若一鸡就2鸡，啊，逐个来做伙食糜吼，啊，牧师无薪水，牧师拢是可以有啥？有牧师，啊，牧师也袂了事，总是也无钱啊，吼。我最近去刀人，了解客家村吼，前到的讲课的时候，啊，拜六就第一工，啊，礼拜要讲课，啊，透早起来，啊，规门咱透中棺材。所以咱即马吼，要有真开的回应吼，然后较好的菜吼，就叫讲，讲出来了牧师食，安知无？哦，伊牧师真好嘛吼，哎，你当时就是安尼，你知影个条件。所以因咧礼拜是因为足注意，今仔日咱合作，唔好白笑哦。咱今仔日就回应吼，有个连10个字，就无咧比度，就无咧练哦。啊，即个一个前头讲牧师啊，这10分之是细节啊细后。我感谢主，至少你有咧考虑啊。所以当咱要笑发比赛人，咱来说，伊可能做比咱较好。好，啊，即马公益的信息是你逐工甲人生活，啊，就看出来，你做人有功德无？然后有困难，你就放袂开的。讲话有老实，安尼尔足简单。伊讲你看下你毋做，啊礼拜日即个安尼吼，你就做较足好势吼。伊讲安尼是要创啥吼？这叫做假仙嘛，对无？当然叫做假冒为善吼。你是假仙的啦吼。所以公益里面信息，这个叫做正，这是先活人一点。啊，那就是保护回乡精彩，迄就是宗教仪式行为。所以，基督徒有两个行为，一个叫做生活伦理，一个叫做宗教仪式行为。公益里面信息是更较重要吼。后来，咱来看宗教仪式行为，第一个就是逐工有灵修。即张图是一个韩国人咧研究，韩国人比台湾人较老研究，伊袂使早要4点就过去研究。啊，伊咱透早起来读书嘛，所以当时研究拢无过去，所以伊拢无过去，伊拢过去山顶，伊拢乌出一空条路，叫做祷告洞，啊，就写几个前后点，啊，到等于住就身躯3才去上班。所以韩国教会比台湾教会做健康已经足注重即个研修之道吼。我毋知影，你毋免4点起来，你若逐工有差不多，差不多就好，有咧灵修诶业绩。有半个哦，我每日较低啦，我紧啦。啊，莫讲逐工啦，一礼拜有灵修诶啦，安尼吼，一礼拜灵修至少1摆应该出有灵修诶，哦，安尼较济就是啦吼。我甲你讲吼，这足重要哦。你一礼拜来教会，甲听牧师讲一摆吼，迄更较用诶囡仔人表示，你哪有人一礼拜才1天？对无？哦，你讲照三顿教，我逐工嘛，啊，
但不过时间灵修，这是甲上帝亲近足重要的一个机会，知影无吼？我常常讲话，你讲你唔免坐啦，一工10分钟做会到袂？下下尾10分钟啦，唔免坐啦。哦，下早10分钟起来就好嘛。10分钟啊，就先唔免头乱坐哦。常常想看卖，就安尼就好。安尼你再看，会影响量会影响，即个人足够灵修嘛。伊安那灵修咧，伊的厝边唔知影，迄是家己的，对无？啊，过来接，哦，很多咱的习惯唱啊好听无？因星期来的唱，绝对毋是因有咧无，有啊无？啊，你安尼练出来几点钟？足一点钟，我嘛无简单的，因大家拢爱记到读唱哦。你若开始你去站哦，一句我阁袂当插头啊呢。因足用心，这样才会上。也是有这个足够的变化，对无？有这个变化，所以因伫教会有比咱较热心哦。咱拢嘛9点半准时来做礼拜啊吼，啊就情绪去开开吼，啊礼拜是莫足久安尼感谢主对无？因是呢，因就爱练手计较。咱迄礼拜是有主日学，是毋是一寡咱的兄姊妹提前礼拜伊就遐咧教主日学对无？所以咱安心啊礼拜咱的囡仔有人教对无？今日无大家讲哦，咱华语同学，今日囡仔伫咧走，咱华语就较无注意到，我讲咱都爱来祈祷，嘛要做大欢喜，伫遐囡仔。教会要顺时看，主要有一新的是不要点点啊服侍，安尼讲对无？啊无教会读书无遐，啊遮足热心服侍的人吼，伊更较热心咧，伊的厝边唔知影，会感动，因为厝边过来教会，安尼讲对无？哦，你伫教会做较久了啦，有热心吗？你会注意问题。哦，管你安怎做人，管你教会做啥吼？热心教会事奉，我少年的时阵足热心，啊，所以你阵啊牧师无甲我建议，热心吼，上帝拢以热心的人叫来做牧师，安尼你时间的人来陪陪我，就较少年安尼。我少年是牧师无甲我讲。你如果是热心，你若热心的时候，要我怎么我这少年科主较热心哦，既然较热心，我你就跟这里现在做老师了，我怎么对老师安尼知？哦，热心事奉，上帝看重，就甲你祝福，就甲你呼召，啊，就是这个热心转变牧师，你知吗？转变牧师，我就是其中，我做医生做较久，做牧师做较长，差不多是医生的会。我的当初呢，班呢，有的是为了护士，一个社会排除护士。我咧当初呢，伫台湾的比赛是正相当的杰出。我想，我做牧师做在做，因有当中，因是比较靠谱。我礼拜日安尼讲座，哎呀，对无？所以我献心专心关注嘛，无法度我的当初同学啦，但是我的父亲，因为安尼。来教会无可能，唔知影我礼拜日要创啥，知影讲今日就先先要空气，可能对牧师安尼。这叫做参加礼拜，后来咩问你？今仔日有来礼拜举手？今仔日有来礼拜举手，无举手的你来创啥？大佬举手啊，你今来创啥？今仔日有来礼拜，咱袂因为来礼拜叫上帝主法，你啊咧？我来礼拜。上帝今日安尼甲我心放，你啊你，袂吧？你做无做歹代嘛？像你是读古名嘛，我无够安那，总是先好过。还有啊，你大家把看，我看来拜。那你遐麻烦，拜了讲心放，差一字就差，迄字叫做简单，安在？迄字你爱注意看哦，只参加主日崇拜，这是我讲，这杨叔讲。耶稣讲吼，来礼拜甲你起厝，你若无注意去着乌山顶吼，有水路你会惨，你会是倒。是耶稣讲的吼，所以今仔日你注意听，耶稣讲吼，根据我的话去行，一个人起厝，乌地起，地起伫石山顶，大水来的时，你间厝袂紧张，因为伊伫石山顶，若听毋惊的。正地，伊就是厝起伫乌山顶，大水来时，伊就倒。北方风灾烈，伊台东有150站头的旅馆，
你就看安尼跑，倒，大概咱政府咱是一经高叫来计啊，讲走，所以无死破，所以规边就是狂出去啊。啊，你做看这个起厝哦，讲听听我的话，去行的是起厝是就关键，听听我的话，跟是无行的是起厝无山顶对无？所以来礼拜拢要起厝，你知无？哦，你听牧师讲道理嘛，啊，总是转去若有行的。就是有观点，大水就无问题。总是转去若袂行诶，就是去伫土山顶，大水来就死。你死伫迄间厝，迄间厝甲你缀死，安尼知无？迄间厝就是你听来道理。安尼你听来你来偌危险。耶稣讲最后诶时，我袂审判，拢是我讲诶道理去审判。我第句话讲，你敢有明知故犯？第二句话从伊角度讲。你感觉比伊若较快有啊？啊，你讲牧师讲的道理就有啊？啊，你听哪有行？啊，你就见对对。你听了无就是要去行啊？你听唔去行，因为你听来去行的是，你的厝边就知影你是这耶稣，知我意思？你听来无去行是，你拜到偌济，你听偌济无效嘛？因为你的厝边看袂出来，所以听去行就是讲你个。宗教仪式行为，安怎犯做生活伦理行为，迄是咱大家人拢爱面对的哦。哦，迄叫做听唔去行的，啊，甲听就去行的两种。听拢是基础，有行的就是去伫教盘，无行的就是我都把宗教仪式行为犯做生活伦理，迄就是去伫高山顶。就是当大水来的是，迄间厝就会跌死。好，咱要讲的生活伦理行为，今日咱要对耶稣学的。大概简单三个，第一个就是看别人有可怜的时，你有慈悲，这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吼。你有慈悲，以后咱来要做事哦。别人有欠费软奖欠费，你有慈悲，吼，你袂抢啦，你手放下面。第二，为着信仰，你互人批评困境的时，你有勇气去回应。第三，听说伫最后晚餐配伊人先洗骹，如果我甲你洗骹。你以后就爱彼此洗骹，彼此的关系顶头爱有谦卑，过来要搁钱。第一个，别人有软正欠亏，你爱有啥？第二，爱有慈悲。第二，为着信仰拄着困境逼迫的时，你爱有啥？勇气。第三，大家关系中间意见无相的时，你爱有啥？安尼真好，安尼我免讲啊，已经讲了，对无？当时啊去行，安知无？啊，等于若无去行，迄就叫做栽就栽，啊就做头栽，会处处心烦。我莫讲伤多，你就会惊啥？惊伊讲啥通做好？这个故事背景就是安尼。伊看见比个国家的单位，看因是无合规的小民有机关啊，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犯案。我甲你讲，伊的头一个故事就是伫这个。圣殿的门口有一个出事就摆摊，伊遐讨钱，啊，伊无钱互伊，就无迄间无方便，所以讲大家所互伊即来听，这就是慈悲，你讲对无？所以伫即个故事内底，看到慈悲甲勇气两个。啊，我的即个故事作写，因为我伫初中的时，我的厝边有请阮周围的善家囡仔，逐礼拜天到食饭食一顿。迄个厝边是连国人。医生，就是咱内地医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囡仔，所以伫遐看出信教的人真有慈悲心。逐礼拜参照伊的餐厅吼，从迄个每天的门口到遮，到旁边，会有请一个投资师到咧主动面对，就是从这个法国的，所以请从这个厝边啊30个囡仔，逐礼拜。请食饭是无可能是出菜，个人做事唔安，一个菜做。啊，阮到迄阵出事，无啥物通食，所以逐礼拜就是你等伊感觉你补营养，你知无？啊，伊无叫阮信耶稣，伊干叫阮来讲英文。哇，这个是我较初一个名吼，敢有3字叫做 ABC， 啊，过来就是到团体后来就。啊，为了要知影同学较苦嘛是去啊但你食吼，啊，伊两个伊甲因某一人就是就讲为了食，因甲你问啊，因甲你问啊吼，你学校安怎处理啊？啊，怎了讲到该语的时传过来，好，犯规犯吃食，
第一个做歹势吼，听起来可能基础好食，以后你肚子看觅，这个两盘啊，听起来咱计6大，你知无？好，以后我讲唔食方法，我食足红迄个伊遐个。啊，伊教我唱歌，伊讲唱歌，这个故事。My sins I have given to the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rise up and walk. You're walking and lifting and praising God. Walking and lifting and praising Go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rise up and walk. 就是这个故事，我已经差不多。60几年前学的这条歌，即摆了解，这个故事我印象足清楚。你讲故事啊，你了了我不要紧，无咱唱无落袂知。天跟我拢做伙，我将我所有的福利，我互咱杀敌人耶稣性命，叫你听起来行。伊就惊走着着跳着学了主。惊走着着跳着学落主，我互咱杀敌人耶稣性命，叫你听起来听。即摆我无要唱，你若无唱，我会叫你起来共唱。你若挂口罩，即叫你加唱，自家家己家己，莫安尼定定，安尼我遮尼500万，安尼好吼。咱700万无要紧啦吼，预备起。今甲日我拢总好。我互咱杀敌人耶稣性命，叫你听起来听。伊就跳走着跳着学主，跳走着跳着学主，我咱杀敌人耶稣性命，叫你听起来听。好，恁大家拢唱的吼，听到唱，听到这个就好。信耶稣无关系两个因素，第一个读册无读册无关系，因为这两个是无读册，所以毋是读册人才当信耶稣，颠倒读册人较无方便信耶稣，你是骄傲，你知无？就像我读了一册啊，我那就要去拜迄个外国教，对无？颠倒普通较简单的人较容易信耶稣，所以毋是讲读册袂当信耶稣是较无简单，所以学位无关系吼。保留讲财物，互人自可自大吼。听心才会做主，故为我真好。哪里去读啥？哪比如啥？学问，互你碰碰。有读册人讲话就较大声点吼，总是听心，甲人负责。你听过无？吼，有听心的人，互别人食伊的情感吼，甲人鼓励，别人会做感动。我初一的时。我迄个厝边，我无注意就说好啦。我去出国的时，我去考托，我会当考足好的成绩。我那是初一的时，我会注意结果听英文讲的，迄当时台湾囡仔写无问题，读无问题，讲的人听无，人讲的伊听无，安怎？所以我毋知影我迄个厝边，我那是较细汉的时，就考虑着我将来可能会出国，我嘛毋知影。安尼又甲我帮忙。对无？我一世人做感动，鸡啊，哦，食饭当然是足欢喜啦。总是伊无叫我信耶稣，伊甲我讲你着爱过。所以，我即摆倒转去看的时，我充满感动。我想讲，这人叫做基督教，这基督教搞了好，对无？就甲帮忙。我就讲看别人有恁这的时，有主边嘛，手放会开嘛，哦，这足简单嘛。所以，即款读册的人叫做痛风，对。即个话人无碰，伊碰过，你就记着好人讲，怎样穿过穿足痛吼。这是迄个中古世纪吼，迄个贵族吼，因翁若是迄个大官的时候，因某就当去古金嘛，买迄个纸伞嘛，你知无？啊，规个脚来创作对无？
行落安尼敢安怎？阮当时足大吼，这也无关系啦。我讲哦，因无学位，因无地位嘛吼，是小老百姓。所以你边讲地位，甲即两所无关系，即两拢无关系。我就讲诶吼，边讲诶吼，拢无关系，上帝无看你混落雨吼。耶稣基督我一开，毋是看人摆歹，看一个摆手，我是用功吼。开手诶，彼得叫完是帮忙迄个开开，这是开手，开手。即个开手嘛真可怜诶吼，刚去挂拢创袂好啦。可能是第一点死去吼，中风的。所以迄天呢，伊去教会，耶稣看到安尼吼，就去来医嘛。结果犯着政府的规定，因为最近政府才讲周休二日不能上班。结果伊天呢，看伊可怜，就无叫伊拜10个人，伊就怎样甲医好。得罪就严重啦，一个叫做法利赛人，一个叫做基督宗啦。从简单来讲，得罪着民进党、国民党，就自无假啦吼。法利赛人是材料，基督党的人是材料，你知道无？今日台湾材料是民进党，国民党是材料，所以耶稣迄天得罪着两个迄段时间几来了，所以因全出去参加不甲谈，不甲耶稣谈，所以迄个故事我看出，耶稣有帮忙即个人，伊知影伊会拄着危险，伊嘛甲帮忙，这叫做好胆，对无？你看出，后来真正影响台事，真是毋对，所以伊好胆。应该做的代志，虽然可能政府的情况敢做，第一，看到迄个可能有主笔对无？伊若无主笔，就歹12年，伊家己嘛无代志对无？所以耶稣真正有这两个特色吼，拄着咱降过有主笔，拄着疲倦困倦有勇气。耶稣后生嘛是共款，对耶稣讲，你着爱学我。亲像我有知道，这是保罗的哥林前书11章，咱做伙来读下。你爱效法我，亲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安尼咧，因为耶稣无住伫咱口，因若口人要看耶稣无啦，耶稣即摆个是基建嘛，对无？伊变仔知耶稣咧，就爱靠咱人口教会人，伊外口咧生活，互人看出，你有耶稣款，安尼知无？所以保罗讲，你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你毋免学到偌济啊，即3项就好啦。别人可能的是你有自卑，为着信仰你拄着困难的是你有勇气，大家意见无相同，你有谦卑，安尼人就看出你是对的。我真困难啊，咱做袂到。耶稣老的模样，圣经安尼讲，倒一人肉身。叫咱的中间，匆匆忙忙有稳定，有真理。我感觉，伊佫讲一句话，伊讲你若劳苦为人来到我遮，就我会款，安尼你就会当谦卑，我以温柔谦卑，安尼你就会当得到安慰。所以呢，稳定就是拄着咱降回来有慈悲，真理就是面对批评困境的是有勇气，温柔就是彼此关系态度跟有谦卑。这谦卑我加讲几句吼，伫咱家庭也好，婚姻也好，教会也好，定定要互大家足艰苦心的，就是上听主的吼，上无谦卑啦。伫教会方面上侪上热心的吼，即摆教会我毋知你教会当时要见人，要见人你着注意咯，方面上侪讲话着大声，你知无？因为安尼。讲这应该去这个型，去这个型哦，伊也是要医疗还是医头啊吼？医疗无相，医疗无相是无要紧啦，吼，总是讲会常想。当大家会当卖遐暗，我讲实在，我是做教会，唔会想听教会丢落哦，唔是无要停，是在落乱的哦，方面上济，一个讲爱医疗，一个讲爱医头啊，完到要相拍，因为伊有就听教会。因这开较济钱吼，医疗有医疗的理由嘛，医头有医头的理由。就讲牧师你讲是医疗医头，我死啊！我来讲医头叫做医疗，讲医疗叫做医头啊！我来无讲，你牧师你爱负责你爱讲。为着一个医疗，我牧师我免做，嘛真可怜对无？因为我得罪两个，得罪凊彩一个，我就拢后摆选举顶啦。我毋知要安怎，上帝恁去管。
我袂到的时阵起2个礼拜嘛，一根一条，一根做一条，我刚起来做，吼，哎，我讲吼，迄是上帝怜悯我，毋是我老啦，我3后一个礼拜，然后5后一个礼拜，吼，啊，见到迄是较重，迄查出2年美国我进口的吼，吼，啊，伊头啊吼就是较方便嘛，去小做啥物去转来转去，会足好转，所以我嘛知影各有利弊啊，啊，问题是。伊若因为我囝煮，我可能佫遮济，所以爱听我的事，啊，唔知，你知无？我甲你讲，我这个你就知影，我人一直做比讲，啊，见面的是牧师，就爱祈祷，啊，头先祈祷，进前祈祷，啊，若无吼，啥物都无问题，敢若见面的牧师就爱走路。伊变啊，带咱一间教会，这听比足多，我会感觉是，吼，这是啥物事啊？因为这个故事内底，敢若勇气甲自卑嘛，吼，啊。做负责人做一间哦，3日就加3钱，安尼所以吼，会记住哦，别人软只欠亏你还有啥？自卑嘛，免惊啦吼。别人软只欠亏你还有啥？自卑，啊，为着信用逼迫困境还有啥？啊，大家意见无啥个是的。这是耶稣的无样嘛吼。好，咱来祈祷，特别来敬拜的时光。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设立阮到教会，遮尔久的时间，阮伫即个教会听着道理，啊，伫遮受洗，伫遮受造就，啊，阮来伫遮会当服侍，阮来你祈祷，希望阮在座每一个日子咧，互人看出阮是对耶稣的，毋是礼拜日所做，是伫周间甲人指接的时，人敢有看出。阮有自己有勇气，以及有诚心，有你将这个问题想出来，互阮会当为耶稣的关系，祈祷，吼，靠耶稣祈祷。咱要用份的时光，先来救助我爱的天主，做来。亲爱的救主，我请求你，这是我心里祈求你。我愿放下世间的名利，一生归你，我的欢喜。我请求你，我请求你。亲爱的救主，求你父亲，将你的作为，将你的勇气，甲你的诚意，引我心里来。亲爱的救主，我请求你，要听他下面主你良心。随时归人，我的德能，我的痛，我的希望，我请求你，多加请求你，求你救主，求你父亲，将你的作为，将你的勇气。甲你的诚意，引我心里。亲爱的救主，我请求你，坚定的勇气，持守真理。黑暗前世卡，强逼可温柔，我欢喜领受你保佑。我请求你，多加请求你，亲爱的救主，求你父亲，将你的作为，将你的勇气，把你的诚意引我心里。我讲了，我大概讲了，我就进来讲，你唔好干那听。啊，道理，骗道理精，
而你足济总是袂行，你将来面对主耶稣，你会自主性。我毋知影你敢会去大家所讨论一点点仔自卑，一点点仔攻击，还是一点点仔偏低，还是啥拢要倒？因为我毋知影你即摆情形，你家己知，所以就这个时间，你家己知道，毋好干那来礼拜，自主性。既然你来礼拜，大家所讲，我等于改变一点点仔。我甲你讲哦，你一礼拜改变一点点仔，一年就52点点仔，就真大囝，你知无？哦，毋好干那听听，这袂行。你逐礼拜，虽然即礼拜，逐礼拜礼拜六，大家所比如我记住要来礼拜，我所领受的会影响我的生活，因为你的主体是看迄个，毋是看你礼拜日听啥物嘢，听知无？我祈祷好，这个是祈祷，明白吗？主耶稣，求你爱通听阮的祈祷，帮助阮，咱去厝的时，阮伫甲阮厝的人，阮的翁婿，阮的母亲人，阮的细囝是大人，也是厝边同学，也是同事，看别人有困难的时，互阮就是点点仔的注意。遇到信仰，阮拄着困难的时，阮就是点点仔的勇气。特别是大家意见无相的时。我就是点点仔的强逼，将这个问题顺顺来，互别人看出阮是对耶稣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咱用感恩的心来他好翻。
本。好几夜是咱本身国团的小组的上课时间，请大家来注意，咱来开基本。咱当时我们5月6礼拜，请咱学师单讲特别来注意时间，除非咱所甲来报告英国的消息。今日多谢鲍牧师、蔡浩堂牧师，今日来宝贵的信息的分享，感谢。第二点，台北中会教育部主办信徒培训讲座，教育部的主要学长、老师刚刚到新手的教育比赛，以至于咱这种参加，咱详细来公告你的了解。第三点，教会在组要开始平衡，然后牧师从教会入手，咱各单位教会在进行。其中主要服务第4点，每礼拜四下晡2点到4点，我们请专业农渔学会奉约老师来教会咱们公家来做寡处理啊，邀请大家做伙来，2点是艺术家教育，我们继续来教学，关怀大家的大分，2点人手平台。民生优乐泡沙安全书法，继续为制作，咱教前3厨师来带课，辅助亲子安全扶持。第2点，是从标用的听这秦天长、黄龙龙子、黄宗仁弟兄的母亲，杨玉珠、黄文香、赖建志、李建志、郑文强、袁金斌、吴玉珠、徐建平。苏联女、曾文哲这首歌，段业宇、龚明达、姚卫西、李希敏、洪本长弟兄的母亲，白许秀英、林长青、黄兰金，我们各个保护，他们本来注意效果，回来共享出来，根据大家出来高程度。拜六的时阵，接到电话，平下香山，差不多1天的凌晨，透早差不多11点的时阵，暗时11点，他好在讲，即马有时可能较晚，所以香山差不多11点的时候，平讲敢若1个人过，差不多可能暗时半暝，拢甲伊讲电话。这个状况，几张相片给我看，有爸爸、妈妈、想看讲，伊阵啊妈妈嘛是同款，伊嘛是陪着妈妈看到电视，这边嘛是同款，所以心情艰苦。咱要为这个家族来面对，感谢上帝是真敢做这个临终的迄厝内面的人拢教。而且他林长乐讲话，在过身的前1天，林长乐这个精神拢真好，看到这个今日4岁孙仔，手佫会当举起来，手用了后，就半暝暗时就慢慢透早5点半，就落山，即摆因为拜六，所以还未决定。来做个别事，林长有交代，特别个别事要伫咱教会做，所以这2天有论课，再来下礼拜要伫地主会讲，所以咱特别为这个家庭继续来做，林长到77岁，所以这个可能是用拜6、拜日，下晡拜5、拜6，但是即摆不可能是倒一天拜5、拜6，所以咱这几天决定。所以今仔日就无敢先请咱要注意，
后礼拜就伫遐去较清楚的，伊要安装伫个定服务员的所在，伊早就买好，所以这咱会当清楚的，才会做，所以咱继续即个工作，第五工，就是无输拜六拜昨今仔日拢是情绪嘛是真好，咱设计一个真好的约会，住宿然后安慰即个咱每一兄弟姊妹北山，即个家庭会当继续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以上安尼来报。我们即摆今仔日的经过，今仔经过是高林岛全书第一种记载，咱来看。应有我心情化，应有我心情化。咱来以上面的信息514，信息514，何乐平定之灾，咱依然有勇气，是说咱请投票就好。耶稣基督的名字，伊个上主的听人看，性情相通感动，甲咱每一日相交去，互咱日常生活加一点点慈悲、勇气、甲谦卑，对起家起，到咱的主耶稣基督个人是，阿门。就是那个高压买过。因为我们是那个 Westgate。谁要用？我呢？我要用。你为什么要那个？这个可以用。为什么？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